教你制作电影感片尾。这个菱形带加号的小图标是关键帧。当我们点亮素材，在开头添加一个关键帧，往后移动3秒，把素材缩小，并往左边移动，会自动添加上第二个关键帧。2个关键帧之间就有了画面慢慢缩小、往左移动的效果。在这个位置，把我们的字幕输入进来，再调整字号，扩大行间距，移动到右边黑色区域内，拉长对齐，开头添加一个关键帧，把文字移动到下面隐藏，往后移动3秒，再把文字移到中间位置。恭喜你学会了电影感片尾的制作。